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超过1000天，20团出乌克兰发射英国制的暴风影飞弹攻击罗西亚境内，而且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，会搁再提供美国的反步兵地雷。乌克兰伫发射由美国援助的长途飞弹，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攻击罗西亚了后，20个传出发射12粒250公里射程的英国制暴风影巡弋飞弹，攻击罗西亚西部的库苏克州。不过乌克兰是拒绝证实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，因为罗西亚伫战场该采用步兵的战术，所以美国决定提供伤害性地雷予乌克兰。The landmines that we would look to provide them would be landmines that are not persistent. We can control when they would self-activate, self-detonate. 美国甲英国提供武器予乌克兰，外界讲这亲像拍开万恶的鸭肉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，如果为美国遐摕到计价2亿7500万美金援助的计划，包括无人机、海马斯火箭系统甲火炮等等。不过专家是认为无乐观。This is too little and too late. Ukraine is on a losing trajectory, and this seems very much like a guilt trip on the part of the outgoing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. 防空警报又搁咧弹，罗西亚、乌克兰的局势这2天搁一界升级。美国、意大利、希腊甲西班牙等等的国家，20暂时甲驻基辅大使馆关起来，因为烦恼罗西亚会发动大规模的空袭。不过乌克兰批评讲，这是罗西亚散布的假消息，因乌白喊讲有大规模导弹甲无人机攻击。要让大家感觉惊吓。Інформаційне нагнітання, яке було сьогодні, якісь панічні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, які пересилали, все це тільки розсієш і допомагає. Будь ласка, бережіть себе, допомагайте нашій армії, дбайте, зокрема, щоб ніхто не міг використати ваші емоції в своїх власних інтересах. 罗西亚拍乌克兰超过1000天，莫斯科这个时阵嘛讲，愿意甲美国都要上任的川普政府谈判停战的协议。不过，这条件对乌克兰是真不利，包括并吞乌克兰2成的领土，未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，北约的军队嘛未当出现伫咧乌克兰的领土，敢若接受包括中国甲罗西亚等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保证，嘛未接受优在乌克兰发展军力。公司新闻，新乐培编译。